过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仔要讲的这个主题是2022年的这个台湾国际蓝展。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请启动！象征的我们2022年台湾国际蓝展呢，现在兰花奇幻世界正式启动。2022年台湾国际蓝展3月25号伫后壁区兰花盛技园区来开幕，包括了总统蔡英文、黄伟哲市长、农委会主委陈其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也有外贸协会的董事长黄世峰、台湾兰花产销发展协会理事长陈承宗，加上17国27位的驻台大使，拢到场来参加。作为地主的黄伟哲市长讲话时阵，就甲大家讲，台湾国际蓝展不只是提供台湾兰花的一个国际舞台，也是展现台湾兰花的实力。今年台湾国际蓝展以兰花奇幻世界作为主题，以20万株兰花、800种以上品种的兰花、5500平以上的室内外展间，将丰富立体的兰花布景与常见的童话故事相结合，让民众由奇幻森林通往童话与兰花交织的时空隧道，感受童话与兰花共构的奇幻世界。在2019年台湾的国际蓝展，总共有21万人次前来参观，带动之后的35年外销订单金额高达113亿元。这次蓝展利用实体数位的方式，相信一定能再创佳绩。就是台湾的骄傲，也是台湾跟世界的重要的连结。全世界有1/3的兰花产自台湾。前年台湾兰花栽培的面积已经达到986公顷，年产值超过了63亿元。多年来，台湾的国际蓝展也和东京蓝展、世界蓝展并列世界3大蓝展，具有相当的国际知名度。这些都是我们产官学界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也一定要让台湾的兰花在国际上维持领先的地位。伫开幕了后，蔡总统也来进入了主展馆参观，也特别来看乌克兰国旗设计的兰花。当然，今年的大奖花嘛是袂用的来错过的。是今年经过我们120位评审，1200棵花中精心挑选评选出来的全场总冠军。这棵花是一棵原生种的加德利亚兰，原产于巴西中美洲这个地方，获得所有评审的青睐，而且授予我们全场最高的奖项金牌奖。另外，主展区内面充满着科技感的蓝宇宙，也是真特别、真吸引着游客的所在。蓝宇宙这个主题结合了电子音乐，结合了声光机器人，希望创造一个让大家可以发挥想象的所谓的科技的兰花生态的样貌。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年也取了众多兰花不同的色彩、形状、线条、DNA， 然后放到一个所谓的乱数取码的电脑机器里面，产生了36朵的数位兰花。那每一朵兰花有5个版次的 NFT，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很多人去思考兰花跟文化创意产业未来的一个可发展性。暌违2年吼，这个台湾国际的这个蓝展吼，咱即马一个重磅回归吼，伫今年的3月26号到4月初5号，那么咱会当把握这个时间吼，来到咱后壁的这个兰花科技园区这个所在来观赏吼，咱的这个台湾上界水的这个兰花展啦吼。那么咱知影吼，旧年跟前年因为
这两档疫情的关系，互咱一向每一档拢咧举办的这个台湾国际蓝展当安尼中断啊，有足侪咱的乡亲朋友可能大家拢咧期待讲这美丽的飨宴会当个付出啦那么咱今年终于又付出了那么咱台湾的这个国际蓝展呢，每一档拢会当去真侪这个游客除了讲咱台湾的游客以外，还有国外的游客，大家嘛拢会做伙来参观咱的这个台湾国际的这个蓝展，而且呢，伫这个当中咱的这个台湾国际蓝展，佫来带来真侪的这个经济效益啦那么伫这个当中咱台南市政府佫有咱财团法人，咱台湾兰花产销协会这个部分呢，因拢真认真伫遮拍拼努力咧经营那么咱伫今仔这个当中呢，特别邀请到咱这个台湾华人咱兰花产销发展协会这个秘书长曾俊碧秘书长要来跟咱分享咱今年呢这个兰花展到底有什么种的特色来，咱请邀请秘书长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秘书长你好。主持人、演员跟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咱知影讲，咱台南的这个兰花伫全世界讲占全球1/6的这个产量这是一个足好的这个足大的这个经济那么伫这个当中我咧想我要请教咱秘书长，就是讲咱目前咱兰花的这个产业发展的情形，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分享，好无？好。因为咱规个蓝展已经大家拢知影2单无办啦，所以呢，咱即件重磅回归了，咱嘛知影讲足侪咱的民众呢，伊嘛非常的期待咱即件呢，其实足侪精心准备的内容，咱嘛希望讲，互民众有一个足印象深刻的一个做法所以阮即件蓝展呢，咱雕工伫即件安排一个叫做蓝展幸福密码，足简单记。大家都遵照这个密码大家都会当知影今年蓝展全部的特色这个密码叫做12357，大家一起去12357，大家做伙去。什么叫做1呢？1其实就是这件咱蓝展的主题兰花奇幻世界。咱兰花奇幻世界今年全部的布置都是用童话世界作为咱的出发。所以呢，1是一个主题，2呢是2个目的。今年的蓝展是18档过程呢拄好，去年和今年有2档咱无举办，但是这18档的蓝展呢，都是为着2个目的去规划这个蓝展。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互农民赚钱，第2个目的要互民众赚水，所以都是环绕伫这2个目的来规划。这个蓝展3呢是3个准备，今年足特殊因为咱迄准备有2单无办，开始要倒来的时阵，咱嘛一直伫遐规划讲，什么款的主题符合咱今年想要做的部分，所以咱有用一个叫做3蓝一生的，都是3个蓝啦第一个蓝是蓝鲸就是鲸鱼，海上的鲸鱼，是安怎用蓝鲸呢？咱讲的一只鲸鱼，如果你海灵去死去了后，伊会沉落海底。沉落海底呢，会足侪其他的生物，会当来借这一个机会去借此重生。所以咱今年你这个蓝展，咱用蓝鲸，咱讲的一鲸落，一只鲸鱼死了后沉落了后，万物生。这嘛来比喻这个疫情，其实这2档的疫情对产业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呢，你进疫情较舒缓了后，咱嘛希望讲产业会当借这部分会当借此再重生这是第一个蓝鲸，第一个蓝鲸。第2个呢是蓝瓜。这是呼应主题啦，他拄我遐有讲，今年的主题是用童话故事作为基础，所以呢，南瓜大家都知影，公主和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都是为迄粒南瓜变成马车，所以今年阮专工用120天的时间去做栽培，这已经采收啊，上界大粒的总共有5粒，上界大粒迄粒是550公斤。来伫现场，已经来伫现场遮，咱嘛呼应这个主题，所以第2个蓝是南瓜，就是南瓜啦，咱讲的金瓜这。第3个当然就是咱蓝展的精华，兰花，因为兰花本身的主题，就是
倡议和平，追求幸福，带来平安健康的意思。啊，多好今年人讲的有一种人叫做力挺乌克兰呐。哦，所以今年呢，其实伫会场内底，咱嘛有专工用乌克兰的国旗的这种淡蓝和建黄这个色调，然后去用下，相信这种足侪观众朋友已经伫电视还是媒体都有看到这方面的报道。所以3个蓝叫做三个准备，这是3。啊，有呢是今年，因为咱以往看蓝电都是咱来到现场看水看老热，但是今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了后，所以咱有传5个科技。5个科技上第一个呢，咱有蓝宇宙，咱是用机器人，用机器人来含蓝花做主题，来现场会当和民众来做互动，这是第一个蓝宇宙。第二个呢，蓝着色，咱阮讲的兰花毕卡索。就是讲，因为大家即摆启动有炸手机啊，大家用手机啊呢，阮会当互你去做着色，咱像兰花原本的5颜6色，相当的水，你会当用这个着色的部分来分享到咱的大荧幕，咱含伊去做互动，尤其有带囡仔的，这都是一个足好的一个互动沉浸式的一个装置，所以第2个呢是蓝着色，兰花毕卡索，第3个呢是蓝青春，什么是蓝青春呢？是真少年人足爱，即摆大家拢翕相啦，拢会分享，真就是用 IG 的这种的账号来咱用兰花做主题去做一个滤镜，和咱的 IG 呢这2个结合，所以你在翕相的时阵，同时嘛当打兰花的水，做伙结合，来分享给咱的朋友。所以第3个是蓝青春，第4个呢是蓝体验。咱今年有用一个叫做用 VR 的技术，空拍伫蓝电的会场，甚至规个迄种兰花这种科技园区，其实兰花科技园咱蓝电只是占一个小部分尔。兰花生技园区其实有175公顷，所以咱这种用空拍的部分呢，去做一个录迄种缩影，甚至飞入去温室种兰花的所在。所以咱用一个 VR 的这种体验舱来做感受。第5个就是蓝导览，咱以往人讲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以以前呢，其实离遐看也无人做导览，其实咱就是看水。但是咱为着要互大家设计师，也是一寡兰花的品种，伊特别之处，咱有去做一寡数位导览。所以大家呢，民众你只要扫咱的手机啊，来到现场，今仔日来到现场的 QR code 毋是打咱的实名治疗，咱个会当有咱的导览的解说的影片，也是一寡介绍。所以5呢是5个科技，来7是7个展区。所以今年咱的蓝电，咱共款咱有咱的主题馆，咱有咱兰花比赛的竞赛馆，搁有一个就是咱呈现咱有一寡兰花的文创生技产品，搁咱台南市的在地农特产的，这一寡特色，咱放伫兰创馆，大家民众都足介意伫蓝电的会场看水了后，嘛爱炸瓜兰花当等伊的这个兰花市集馆，搁有一个业者农民，迄种兰花业者因伫遐做生意接单的商务馆。咱搁有一个美食区，咱嘛有一个兰花公园，所以7是7个展区，所以这件的兰花店的考决足简单嘛，足清楚，1、2、3、5、7，大家一起去，1、2、3、5、7，大家做伙去。是1、2、3、5、7这最好记的啦吼，真正是一个密码哈。那么哈拄啊，咱听秘书长咧甲咱介绍的时候，咱知影讲咱这届这个兰花展是结合古典呐到现代这个科技啊，古典的讲像咱咧讲的童话故事啊，咱有那个南瓜车咱南瓜车，咱以前看这个童话故事，伊是载灰姑娘，咱即摆是载兰花公主。没错。这件其实有几个点尤其大家像我头拄仔讲的迄个鲸鱼，当开始咧设计的时候，咱嘛唔知影讲哇，这鲸鱼既然到底要安怎用兰花去做呈现？即摆老师足厉害，因知影有这种的指令了后，知影讲这个意象但是因得用花，含用兰花的部分，含鲸鱼结合，这既然鲸鱼原本就大只嘛，所以你现场这个
壮阔的这个部分，大家去一定有意外之喜。所以你去的时候就是一个视觉享受啦，没错没错，一个飨宴啊哈。那么哈，咱来讲到哈，这兰花科技啊哈，咱台湾的这个国际兰展到今年已经第18年了哈，这个时间安尼落来哈，一直累积，一开始没有到现在的成长茁壮哈。会当讲哈，咱市政府啊，足用心啦哈，咱协会这个所在哈嘛，做拍拼哈，大家结合哈，这个力量哈，啊好，这个兰花展哈，会当安尼一档个比一档个较好，尤其是伊的销售的这个金额哈，真正哈替咱赚很多的外汇进来哈。那么哈，讲到这个兰花展，咱就爱讲到哈科技园区哈，咱台南的这个兰花生物科技园区这个所在，我在想，有的民众啦哈，当然有的种兰花的人可能较熟啦，可是没有种兰花的人，他们就可能有比较陌生哦，是不是嘛？借这个机会，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好，咱这间兰店的所在呢，离咱台南市后壁区乌树林兰花科技园区。乌树林呢，其实我甲咱观众朋友简单报告一下，咱若开车来的民众吼，其实咱只要你要开国一的来，吼，咱爱为新营的交流道，吼，落交流道，咱伫交流道落来了后，咱沿途咱都有足清楚的指标，会当大家的迄种交通资讯，会当大家指挥到迄种咱的会场。咱若开车为国三的遮来吼，遮是爱为北河交流道，爱落来，才会当落来遮沿途嘛，都有共款，都有交通的指示遮，吼，会去来到遮咱的会场。另外呢，咱若坐高铁的朋友，要来到咱后壁即个兰花园区吼，爱特别注意，爱坐到咱嘉义站哦。千万唔通坐到台南站，安尼你就要翻头。爱坐到嘉义站，因为咱是较注意迄种咱台南市较北面吼，较接近迄种嘉义的高铁站。所以为嘉义高铁站落来了，咱拢有专安排接驳车，吼。咱若坐代替的呢，咱就坐到新营火车站，吼，坐到新营火车站，咱共款拢有安排接驳车。所以伫交通这方面呢，咱拢穿甲足舒适，吼。伫站和站遮呢，咱嘛有穿一寡咱嘛有接驳车。家己开车来的朋友呢，嘛免烦恼停车的问题，因为我头拄有讲过，咱园区真扩大。吼，175公，咱这几档吼，都用园区遮的部分来做咱停车。吼，行路吼，你若停的了，其实行到会场，咱嘛有准备园区接驳。吼，无的时阵，其实拢20分钟，不管你停的，拢是要20分钟、5分钟行的距离，就会当来到咱的会场，相当的方便。是。那么讲到这个兰花，咱当然是要去看兰花啦，吼。那么吼，我看过几来届啊，吼。哦，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羡慕人家那个会晓种兰花的人哦。兰花吼，种啊遮尔那水吼，尤其是兰花吼，甲一般的花卉不太一样。兰花吼，伊一张花若咧开的时阵吼，开足长的这个时间吼。有那时咱若咧看咧花咧开哦，一般的花有那时咱几工就无去啊，几工我就觉得很可惜哈。但是这个兰花吼，它就可以很长的时间哦。那么咱去看迄个兰花展的时阵哦，有咱看就是兰花哇。伊拢得奖呢，我感觉讲这人吼，实在是对我来讲啦吼，像我们真的是很羡慕讲这人种兰花人吼，因咱咧甲花吼种啊遮尔水，饲啊遮尔水吼。但是我咧想啦吼，咱咧选择讲要得奖什么人要得大奖伊得奖的这个标准，咱这个协会咱是安怎去评比吼？这个标准是安怎出来？好，这个问题相当好，这我一定爱大家做一个。足厉害的报告啦！吼，虽然咱大家拢看伊淡仔有得奖吼，但是咱规个国际兰展的评审，将近要有200个人。咱内底呢有分做12大组，吼，12大组其实各种的兰赏呢，都无啥共款，嘛无共款的标准，吼所以讲，咱离大家评审呢，对咱这个花这个裁判评审者，其实咱是先分组，分组依照伊的专业的部分，大家去评分。吼，大家去加权，吼加权出来的指数的分上介悬的，吼有2个阶段，咱逐当伫现场看总冠军啊，这是先经过第1个阶段票选出来，甲佮经过第2阶段的票选，吼所以这个部分呢是经过足侪的层级的这方面的连接。他拄仔呢，就迄种演员才有讲的，话迄开足长啊，吼我
这兰花我嘛大家观众朋友大家讲吼，兰花是安怎会当风靡全世界，流通全世界？其实有足侪的部分真正和伊的花期有足大的关系。寿命画一个月，但是兰花呢，伊会当开到2个月甚至4个月。啊，恁若伫现场吼，看到迄开要30蕊的无？最近这其实毋是单水尔，迄个另外一个技术嘛。我大家报一下，这兰花迄开吼，像这蝴蝶兰啊，伊是一蕊开，第2蕊甲开，第3蕊甲开。你也看第1蕊开到第2蕊开的时间将近要5天啊。你也看，因为第1蕊开到第30蕊，第1蕊才开掉的。你看第1蕊开偌济天啊？开150天啊。所以伊一蕊开，一蕊开，一蕊开，所以伊这花期长真正是一个足重要的方式。另外呢，当然而且嘛教一个撇步，互咱的观众朋友。兰花其实大家人感觉讲，伊较困难的是到底要安怎种啊？是安怎会当种甲像伊安尼看起来遮水的？其实拄江暗2个撇步尔。第一个撇步就是压水。偌久压一届？其实咱因为咱其实大家把握一个原则，因为咱种台湾啊，种蝴蝶兰，因为咱下骹拢是用水草这种物件去种。水草这种物件伊就是甘水。甘水所以讲你压落了，伊可能10天还是1礼拜，伊才会干。所以呢，你得照这个时间去压水就好啊。所以伊也用水草来种的，咱是要7天、1礼拜到10天压一件水。但是佫有另外有像一寡，咱有一寡土啊啦，咱也有一寡，伊的像咱的一般咱的物件拢是种伫土，水一压个伊就流掉啊。排水好的，咱会当接压偌紧。保水好的，这种保水性比较好的咱就差不多1礼拜到7天，所以以材质来。是哦。你着伊啊，甘水上好，结果你听到伊紧就泡烂去。所以大部分拢种兰花，尤其伫咱遮用了无好的，拢是因为骨力啦。伤骨力，所以甲种一个花煞。所以这伊的差别伫个。那么讲到兰花咱除了讲会当欣赏以外，上重要就是伊的经济价值啦伊这经济这个价值呢，每一档替咱争取足侪外汇伫这部分我咧想，是毋是嘛？请秘书长甲咱做伙来分享一下好。这其实一种兰花呢，其实拄好有一个数据啦因为为2019算疫情。进前，伊遮个部分呢，咱的出口金额将近要到2亿美金，来离2020到2021，这算贵，这为2020呢，这算上介严重。这个时阵咱差不差10%左右，但是去年呢，因为当然2020的降价是因为迄个时阵全球大家拢在疫情，货柜也袂通啦，其他也总受影响，所以伊都降价差不多1成。但是你去年2021，含比2019，我比疫情之前成长差不多将近嘛是要差不多10%，所以表示啥货？表示讲真呢，因为全世界大家拢开始解封，而即件嘛有产生一个现象，就是疫情的时阵，大家关伫厝关足久，所以足侪有关厝内底的消费，咱花这种物件，单纯园艺作品啊，园艺这物件离厝这嘛提升。对，当厝内底你着你讲只要离厝，大家增加离厝的时间，嘛愿意加买一寡和厝有关系的一寡的消费来用，所以。咱进的经济，咱进的出口量比疫情2019搁较好，但是呢，都相对来讲啦，最近今年迄种去年这出的虽然货量出遮多，但是对业者来讲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啥物物件拢起价，尤其货运起价，这真严重，而且搁爱运足久的。这原本两礼拜，原本上去美国2礼拜就到啊，即摆。拖到几个月到袂啦，第一个货柜运费足贵，第二呢，因为准期嘛歹排，听拢无好排，这无好排对咱农产品，尤其是农产品，损耗都会增加，因为你货柜时间延长嘛，损耗增加，造成咱的成本嘛增加。第三个，因为咱是出口赚美金，但是咱台币汇率的一种损耗，这嘛真严重，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波呢，其实嘛是到最后嘛是爱物流、货运这会当
稳定了后，对咱来讲，才会当舒一口气啦。澳进步步行行的成本吼，实在拢达咱原本的利润，这段拢做真大的影响。所以有利也有弊啊。吼，一定一定。是。那么吼，咱讲到这个国际男展以外，还有一个足大的这个男展就是吼，咱的这个亚太男展。那么听讲咱这个嘛争取到这个亚太男展，是不是嘛？跟咱分享一个啊？哦，这个喜悦啦。哦，这是足难得的机会。国际蓝展是咱的离台湾遮由咱家己来经营，所以咱到今18档。但是亚太蓝展这种，你就是爱去争取。所以这是咱2017年为当时的副市长许一点副市长市府的团队带南回协会阮到去马来西亚去争取，去争取的部分。所以你这部分，所以你2019的部分，咱去争取，所以你争取2025年你台南举办，所以这是一个无简单的方式啦，所以讲，其实台湾的蓝展会当有这18档嘛，是为2004年咱办第8届的亚太蓝展，所以甲办迄件的蓝展，创造带来18届。个产业的扩大和国际化的市场的迄种这方面的带动，所以办理这种的展览，其实都有伊真深的意义，这都是一个咱会当好好做准备和团团。是，那么咱未来伫这个蓝展部分较佫有啥物计划，或者是佫有啥物目标无？当然，其实就像我拄所讲的啦，办理蓝展最简单的2个目的，就是爱互农民赚钱，互这个产业有竞争力。所以哪里这地呢？其实大家利用蓝展这块平台，大家就足侪农民伊的新品种，就爱靠这个时阵，通好而家开始来曝光，吸引这个国外的人来。其实咱蓝展厉害到啥物？只要全世界想要做蓝花这个产业的，大概蓝展一定爱来到台湾看。伊爱先知影讲台湾佫推出啥物款的新品种，台湾佫有啥物款的新技术。所以呢，这是咱蓝展上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佮第二个呢，其实办理蓝展，互民众碳水，但是碳水规个产业，真系大家迄规划产业，除了讲咱家己农民生产者的一种产品蓝花遮强了后，但是规个产业是6级产业啊，佮有2级的文创生技，甚至带动3级的城市的观光。所以对咱的目标，咱嘛希望讲蓝展的办理，咱的目标是台南3月兰花月。咱希望含一种和咱的5月郁金香共款，是传播全世界。5月啊，郁金香大家这个时阵都要安排去荷兰去游览。咱的部分嘛是3月份的这个部分，对咱来讲拄好春天的来临，百花盛开，对咱城市呢嘛是一个足好的安排。所以台南3月兰花月是咱对未来，甚至咱伫亚太这个办理的时候，咱希望时间悠长，互咱等的办理的时候，各行各业、饭店、观光、咱的美食这个部分都会当大家这个部分做回来到老嘅，安尼这个扩大出来的产值会更加丰富。其实我嘛希望讲以后每一家啦家户户大家拢种兰花，迄阵像咱去日本啊，去到日本的时阵，哇，每一个所在拢是看到樱花。咱若去到荷兰的时阵，哇，每一个所在拢看到伊这郁金香。咱若来台南，哇，大家一个看到全部拢是兰花那么就是咱。其实对大家人，这人讲的叫做精心准备大家来到这，大家就感觉真有。专工做这件代志，真有这个价值。是，今仔真感谢咱台南的这个兰花产销发展协会咱秘书长曾俊斌秘书长来跟咱分享，然后最后咱用20秒的时间跟咱乡亲朋友来做一个结语，好不好？好，今年呢，你3月25到4月初5，咱的国际蓝展呢，欢迎大家做回来到老日，互这件代志。国际蓝展2档重磅回归，今年唔真水尔，今年所内底所真正的安排，一定互大家有一个印象深刻。我讲的12357，大家一起去，12357，大家做伙去哦。是12357啦3月26号到4月初5这几天的这个时间，大家来到咱兰花科技园区来欣赏咱2022咱台湾国际蓝展。谢谢咱秘书长，谢谢主持人圆圆。那么感谢咱的乡亲朋友你的收看台南向前行，我是婉婉我们下次见哦。